Hello，俾呢個人，我係龍家星，我係 The Monster 嘅創作人。今日我要解答大家一啲問題。我記得我細個睇過一本雜誌叫做 The Freestyle。呢本雜誌其實佢裏邊會有好多一啲類似 graffiti 嘅圖片嘅。其實佢影響住我好深，因為我會跟住呢啲圖片咧就會照住嚟畫嘅。所以我就比較係喜歡睇呢本雜誌嘅。應該係香蕉。我最近睇咗呢套 The Flow 啦，跟住 Superman 仲有套 F1， 我覺得係好好睇。我最中意係 Radiohead， 因為我一路畫緊畫咧，其實我都會開 Radiohead 嚟聽嘅，所以對於我嚟講係好重要。我會剩翻9隻牙，應該係自己嘅。有啊，買玩具啦。我最中意係 Francis Bacon，即係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佢嘅作品，所以影響對我嚟講係好深。